比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應聲彈出咧就見到隻灰馬天圓月啊，黃色衫嘅勇者蜂王亦都唔慢嘅，入邊咧無限愛戀啊，喳喳聲就上緊嚟嘅。後些少位置啦，先見到咧嗰隻6號馬歡樂金騎啦，要守住喺第3、4位度啦。而家拍住入邊嗰隻就係女主人嚟嘅。後一格啦，勇者蜂王黃色衫黃帽啦，喺佢客隔離嗰隻黑色衫咧就係匹旋風級數嚟嘅。再出邊位置仲有隻猛力啦，後些少嘅馬天圓月而家墮得比較後啲嘅尾耳度㗎，暫時殿後嗰隻都係翠微兒哥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接近1002米起步段處，前邊帶緊頭咧，見到嗰隻永餘生啊帶緊頭㗎嚇。內欄方面咧就無限愛戀嚟嘅，後些少個馬位啦，我先見到第3位嘅女主人，中間夾住第4位嘅歡樂金騎啊，開邊要騎嘅咯，分別見到勇者蜂王啦、旋風級數都騎緊㗎。後一格啦，白色衫綠袖嗰匹係猛力嚟嘅，暫時墊得比較後啲咧，都係嗰隻翠微兒哥同埋天圓月咧，暫時喺尾耳㗎。彎位都差唔多轉半一度嘅一半階段啦，咁啊前邊帶緊頭咧，永餘生咧就比較輕鬆啲啊，佔先1個馬位，守住第2位係無限愛戀啊，出邊開緊邊第3位歡樂金騎啦，大愛當第4位女主人嚟嘅，後一格猛力比較後啲啦，天圓月啊，咁啊勇者蜂王嗰啲啦，好似唔係好識得跑呢啲泥地咁喎。好啦，彎位都轉完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永餘生暫時係佔先個零身位，守住第2位歡樂金騎，出邊上緊嚟咧，仲係嗰匹啊女主人啊，大愛當就係嗰匹猛力啦，再出邊先係天圓月啊，最後接近200零米到，前邊仲係佔先多啲啊永餘生，外邊上緊嚟歡樂金騎係一對馬鬥嘅啫，後邊第3位咧就係見到隻猛力嚟嘅，最後100米過咗頭啦，見到出邊白帽歡樂金騎啊，歡樂金騎贏啊，跑第2名永餘生啊，第3名咧先係匹猛力，第4名噏落去女主人啊，放頭嗰隻喎都係啊，咁啊永餘生係同埋歡樂金騎啊一對翻嚟。好啦，歡樂金騎啊！哇！即係反而嗰隻旋風級數都其實好多人識到啊！你睇到呢啲地咧，你唔識跑真係啦。甚至你唔喺前面嗰堆個競爭力已經減一半嘅嗱，嗰啲即係你好似翠微兒哥嗰啲嗱，喺尾嘅，完全加速度啦。即係呢啲大家要留意多啲啊！真係。啊！無限愛戀攝個內欄都曳㗎，哇！佢自己停晒㗎喎。反而隻永餘生啦，初跑呢個泥地嘅效果非常之好啊！咁但係早段啲馬一鬥散晒咧，其實大家去到末段鬥跑嘅。咁啊，其實係緊嗰隻猛力啊，叫做過到呢個女主人啊，跑翻第3。咁頭3名有2隻係當地嘅馬嚟㗎啦，已經係即係中東啦。係咯。好啦，咁就歡樂金騎啊，就成為咗今屆嘅阿聯酋打比得主。我哋睇重播啊！